了讲，这个风景如此就丰富嘅海山，还就充满老师们嘅老总头。来到都系呢度胖虎就唔得表个嘅，唔讲呢間比，啲胖虎呢只好老嘅五寸公主，其實咪就遇到嘅客家人，也就聽你呢個腳步，橋下地錢胖虎嘅客人。東岸金方式見到見拍涵蓋如火石條，天然風景繞嘅天然橋，定義花下看起來色彩很相應。啲胖虎慢難看得到嘅天然橋，唔單淨係胖虎嘅染髮，還有住台感動人嘅愛情故事。我係劉真梅，台東漢人，嫁來胖虎48年了。你沒看到我剪的都是很漂亮的嗎？把漂亮的剪光了，就沒有漂亮。剪了幾顆就好了。在我小時候，我媽就叫我唱《牆門蓋聲聲叫我做什麼》，她就叫我唱這種歌，你知道？打扮那有什麼呀？打扮那有什麼？打扮什麼？什麼一個新人啊？有的有。這是我小時候的母語，媽媽教我唱的歌。快面小嘅每個總地主，啲染到中南天然橋。認為天然橋對基調來講就特別嘅注意。高的在中間，矮的在旁邊。對，他隨便種插花哦，隨便電菊隨便插好，它隨便漂亮，高高矮矮都很好看。哦，這朵，哇，這朵純黃的，哇，你看。對啊，黃色的。對啊，很少看到這黃色的呢。以前都愛按那個花嘛，按我老公講係出去曬日頭。都一樣花啊，種喺門下方啊，種幾排。本來天光風嘅、白風嘅都看得到花，都唔是我出去我不會看。俺有情感觸冇？這俺真感觸啊！唔那個較艱苦都過去嘅，你錯嘅啦。他們那個年代的人啊，一個男人種這種花都被人家笑啊，像他說，啊蔥也不種，菜也不種，啊種這又不能吃，傻瓜，然後就被笑，啊他不敢講，說是要種給老婆看的。所以這個花對我來講，特別有感情。它對我來講是一個符號，是一個愛情的符號。在我的畫畫作品裡面，我一系列都畫天人菊系列，就是因為來自於這樣的故事。所以它對我的背景是一種浪漫的追尋。劉俊梅同老公喺台灣屬實，民國53年結婚。睇年紀來到老屋，兩大伯係幾張嫁到胖虎嘅世界大爺所菜。你的房間嗎？房間對。對啊，你不是在這邊睡嗎？花就種在這裡，還有那邊嘛，對不對？這邊是正門。對啊。正門就進去，現在已經倒掉了。把公園嘅老古式建築，房裡房表度，從人還做得想象得到，改良式嘅生活情景。東間、西間、中梁。弄頭條片，幾片弄片，弄忙香香平落去嘅。呢個吼，按到老古時啦，老古時都以前都祖先發明講安尼味起來，唔是鹽，標準也唔是父母拿的鹽，先吃鹽啦。風過幾百年都唔會壞，風大又唔會崩，記起來種菜，種地都唔會被風打死去。冇到寒天來風大嘅菜都死香香。你都種起來。40年前，胖虎嘅生活條件東南，不過劉俊梅嘅梅家是推動嘅大富人家，為嫁到胖虎，然後都唔盼得。唔係，佢按是個鳥不生蛋，馬不拉屎嘅地方啦，你咁黑啦。我講我個冇一旦都嫁人，我較苦嘛，過完就錯嘅啦，是分數錢啦。咁無所謂，我講我冇佢哋咁識得啦。如果我都識安尼嘅啊，我講我唔敢識咧。早期胖虎生活艱苦，冇天冇米，連點嘅水都係鹹味。係講婦家就唔識，就對台灣人嫁來個後都唔掉，唔係走體就係跳回，所以對台灣新婦嘅印象唔係以好。梗做得起啦，財神偏偏都做得起嘅啦。我講用媽佢講，人攞係要買個財神啦。我心口比較有錢咯，安尼啦。那咩講用上嚟嗬，因為人都做得嚟。劉俊梅42歲時節，老公出片告示，其實家為開家，建築藝術土台世界成員啊。阿伯，你條街從頭愛用白係啊？係啊。不，
要透点钟了都去淋的，然后了2点钟咪唔好去淋，都不用变上4几礼拜，都唔是买啊，上千有好是。有冇介多对不对千多样哦，螺的啦，跟那个蚌壳啦，下边有那个螃蟹啦，鱼的啦，好像天空啊，鱼的变啊下边样都是做起来的。澎湖交通唔发达，冲头经验将专门解决定。刘俊伟讲，建白嘅上媒介世界，出不来看海。上媒都看一条出嘅所在，东片嘛，东片都推动啊，可能一条出个哇。看到这个不卡样啊！俺那去开始，看俺老公都点眼都上不开，那就石头帮佢坐定，佢吃都去飲啊，做呢同只牙講樣講，我用手講嘅飲嘅。劉俊偉就會為到澎湖那麼熱，變做澎湖心口。每中意就會為到澎湖一講，出啲倆落腳生見。我係張亞面，美麗大南嘅行業，我嚟澎湖7年咧。我跟你说，一般我们要登机啊，我们登机都是要提早1个小时到机场。对。快遞行下嘅站外面，都冇可能讓人客解說，情人前撞到澎湖嘅機，遇到倆出唔走咧。對朋友講，我等下就澎湖了，我講我出國啦，唔好啊。伊講澎湖唔免出國啦。佢講我就了看到澎湖，環境不錯，就這樣子生活。澎湖嘅旅遊業只有8年勝利，為咗倆好，沒冇按貴。很辛苦哦，做澎湖旅遊，還是做理想沙業務啊，哈，一般都會做團體呀，理想沙做團體嘛，我們做性質冇通用，哈，我們的客人幾乎大部分哈都係網絡銀行，嘿，我們做性質工都是半自由行。自己開翻以後，未衝條嘅錢配合人入閘，將外面總係自家清醒行住啲。這是 VIP。這兩間是4人房的空間。這兩間它可以面海，就是180度的海景，有沒有？退潮之後，整個石滬群就都在前面。木斗與燈塔也在，在這邊。對。哦，那裡看得到啊。對啊，不錯。好。正開始將外面嘅開面燒，很減貴下個傳統。唔過轉為夾唔到澎湖人嘅嘴掉，冇嘅叫做燒起來。再就轉為按鈕，熟悉嘅意道澎湖嘅行業。就來見下哦，伊講，你讓我做美容客家菜啊？我同我講啊，講吼，係行業啊。Hello， 我要找美麗的老闆娘。就過來呀，不想剛剛好。你好，來，大家好，來，新寧1年啦，哈，喺地屏東加東鄉啦，加嚟澎湖哈，32年嘅啦。我加嚟吼，入面紅鬼睇哦，唔是來講哦，除咧頭那麼除一個醬哦，炒起樣件，攞個一般同埋除掉了，哈。譬如講吼，32年驚係風一睇，安尼咧，譬如講吼，啲風啊，唔多，睇風樣幾當吼，一落來嘅時陣吼，啲風啊，阿咩哦，譬如講擋唔掉呢。環境文化都冇強弱，每個國家都倆，只會總係凍掛掉。些東西唔關心嘛，些我爸爸講咧，我爸爸講，唔加按鍵吼，我嫌冇事咯，我人那識冇識嘅東西，我識。人那識2萬，我識8萬咯，冇多幾好誒。唔判定，我那爸爸叫3日，冇幫我加嚟澎湖，叫3日咯，加嚟時就話得叫，真係啦，而家話得了冇住。為愛去到天涯，來到5熟5食環境，點嘅住10萬做出嘅好辛苦。我都會忍耐啦，人用人用人啦，我唔會講，所以吼，我會睇人什麼人想啊，要安尼，講用，他個乜人想啊，要安。不過跳擺離咗只河路5寸度，行業冇乜感覺自己行業。澎湖人吼，還是講台灣人吼，他唔是攏講啊，你咧講愛壞話，因咧思想攏講安尼講，客家人嘅壞，
安尼，我送个家里平，唔敢讲客家人。真的呢，家来讲客家人冇办法人啲呢。不过俩下是冇口容嘞。是我，你是客家人啊？我是。我怎么不知道啊？你都没有讲，怎么会知道？是小真话讲哪能地呢？真嘅哈。系啊。其實有的像有的客家人，家都來買東西，全部講好了，沒唔抵啊。对啊。對啊。就是要等到發現了原來你是。對啊。很好了啊。還好啦，我在這邊弄了10幾年。我係林秀雲，苗栗太福人，來澎湖23年呢。高麗菜跟米血，還有呢？有豆皮嗎？有豆皮。豆皮還有百葉。小姐，你的要辣嗎？不要 ，OK。好了，謝謝，拜拜。其實有的客家人其實佢來到也佢唔會講客話，對，就係唔當難發現佢係客家人啊呢，所以你係讀懂英語講嘅人會知道，就有那麼一點感動。特別要請假老公，这是在录音呢，特别要请假老公啊。唔係你講嘅飲乜㗎啦？假老公冇人能請咩啊？冇出去攏要請咗我呀，你不請唔得。冇了那快那煮，那煮的。沒有冇窮有。兩年就會採訪，兩區嚟住香港情懷，絕界湊絕界，終於選住到兩年，咋地？原來佢咪係行人。談到這個同樣已經懂親切，係啊，從都N沒有啲啦，都家鄉啦，對啊，因你總單的哈，聯絡一下，聯絡哈，來桃苗同鄉會，對，辦事處，沒錯，看你要當會長還是他當會長。大家嗌住佢嗌住佢，講到當歡喜。不過早啲半年前，澎湖出咗個學術會組織，新山台體係個會議站，不過因為錢唔拿，維持嘅時間短短。民國67年搬到澎湖，就重判成立民農行業中有照，出係新山自治。真正愛來係嘛，愛來組織啊哈，人數也不多，100多個有。客家味嘅啊？有，有。呢名冊地位冇人當然。但是俺們也該做，俺們比較有密切聯絡的。到澎湖都到客家，因為強弱嘅會議，佢哋志向得到很大嘅溫暖，未很難轉向大家嘅緣分。下禮拜來到澎湖，係講談到順口用英講客，心學踢出鏡。